高中顶上本人感觉讲各项唔咸，不过屏东新北泰成国社会高中蔡文珍沙屯学生的屯家长归甲先咯。蔡文珍未早时如果提教门后，迎接学生的屯家长打嘴鼓，含归嗲批到沙旗度屯家长互通沟通，说明教务打出沙旗学教。都因3年来蔡文珍嘅办学日渐日受到认同，家长归向屯学生的呢留下睇学期地杯，唔会个顺序批期读书的。3年前泰成国小入学嘅1年生，那53人，到今年都有15人，足足增加2批哦。佢下来认识下嘅行业沙期嘅高中。早，大家早，哎，早，你们是学校今天最早的，哎，早，大家早，要去空中营，好，来，早安，小心哦。当日早晨，屏东新北乡泰成国小门口，等生意来上课界，除了托付先生之外，还有教长。最近很活泼呢，还会指导那个1年级的，哎呀，还会教呢，还没有跟校长说早，啊，早，哎呀，早，好啊，哎呀，辛苦了啦哈，他现在要去割槟榔椅。现在没有割槟榔了，要那个做什么？那个喷那个药啊。他现在读学校。學校門口同家長打下再顧，關心生活情況。係蔡文珍相信未來當日天出來做嘅工作時日，認為佢同叻也看作係教務推動嘅一部分。秋代的表來有在講啊，說你要申請那個，他那個有沒有過？好，慢走，啊，哎，慢走。他叫我去那個廟那邊做啊，已經做完了。見面3分情呐，彼此互相了解，否則家長呢，你看他孩子送到校門口以後，他就離開了嘛，他不會進到學校裡面。那平常學校裡面呢，都認真，都努力在辦學，他也不一定的清楚了解。那唯有透過這樣一個短暫的機會，我們可以跟家長做一個溝通或是一個說明，讓家長更清楚學校。家長有什麼反應，可以聽一些意見什麼的。家長都會跟他提供什麼的，對啊，這樣比較好。他很親近的。而家咧高中，天英來學校，我要看到高中其他嘅門口嗬，我夾一下，係我講而家高中超無圈樣啊嗬，天英來學校要其他嘅門口同家長打招呼，我感覺而家咧係而家高中天一個印象本來個前嘅地方。泰成國小係一間小學校，新生加學生無80個人，之前還較少。3年前1年新生只有5個人，今年增加到15個。是得有按呢個成長，除了教室有講過變形之外，現任校長認真經營，親友社區同家長互動，打造社區學校嘅概念，得到家長認同，將無本成人熱氣到潮州國小讀書。會長，村長你好，這百香果很甜哦。之後有限，蔡文珍就我到社區地擺，請老人家泡茶打齋鼓，總督大家弄廣客。蔡文珍好了一場，也算係有進步。要像你這樣一直講，我就能學習聽，我就會聽得懂。因為語言的東西就是經常講、經常學，聽久了就會聽得懂。你像我來，我也是學啊，校長叫高中嘛，學教學生先生，然後無強樣嘛，然後按咗嘛。
3年前嘅社区地摆，呢個小學校長詳細聊兩聊了，督導員就小解自家，也同傳統學校長同家長之間有距離嘅影響都無相關，鄉親也知道一心識。剛開始我到社區來拜訪的時候啦，所有的社區人士或我們的家長，第一個看到我就是用懷疑的眼光啊，哦，這高中哦，哦，高中這麼年輕啦，哦，他們就會這樣子來看我了哈，然後我是會跟他們說明這樣子啦，哦，然後跟他們問候。兩個都對講，你看講以前的心情那一種的有。哦，有。講得很流利呀。係啊。那叫咯。哦，伊拜你先比學講拍呢，今年咧叫拍呢呀。嗯。冇去晚會。邊區嗰陣6年啦。有啊，我們學校這一次2個有去6堆那個客家文物館。其實蔡文靜前一社區，天主要嘅目的就係要溝通同家長溝通，自家做學校同家長之間嘅橋梁。學校本來就是一個文教場所啊，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，一方面呢跟家長建立一個溝通的平台，二方面將學校辦學的這個成果，或是學校這些社團的成果，小朋友的表現，讓家長也有共同參與跟學習的機會。應該高中如果創業的情形，同我哋一度社區打成一片啦，安尼那有法度同我哋學講嘅創辦嘅規劃啦，要學講女育我哋啲女牧，學講有冇問題我哋家長一啲啦。校長就會比較熱心，也比較會常去拜訪自己家人，拜訪家人啊。校長常常來我們家附近，然後讓鄰居或者是老人家覺得有親切感。蔡文靜更加詳細到社區地擺舉辦教務說明會，也透過安尼嘅方式來減學校同社區嘅距離，推廣社區學校嘅概念。我們這邊的家長哦，都比較好像感覺學校離他們比較遠，或許是過去的教育經驗，可能會認為說學校蠻兇的，或學校是一個很莊嚴、比較嚴肅的地方。那我想呢，與其在學校裡面辦，倒不如自己親自走到社區，讓家長參與，因為我是利用禮拜6、禮拜天來辦。講一個學講遊牧嘅活動啦，遊牧嘅愛，算講遊牧嘅愛建設嘅素材，也就家長有限嘅學講行啊、聊聊啊，那啲學講嘅情況樣嘅。蔡文靜社區學校嘅理念，漸漸得到家長嘅認同，有啲家長也為到學校地擺做志工，因為建議為教務唔係只有校長同先生嘅責任，家長也必須共下參加。來熱心來參與嘅學校事情嗬，係咪我哋如果了解啲，我哋學校嘅都係啲俾我哋學生嘅做乜嘅，先生個時候嘛，因為出人啦，家家啦十個人嘛嗬，個希望我出來嚟做義工嗬，個帶動社區嘅人嘛來參與學校事情安尼啦。社區的人士也能夠關心學校的發展，那這樣對這所學校的發展才是一個比較健全的或比較健康的發展，它對學校的永續經營也才是能夠生根啦。過去學校中嘅時候，大埔區嘅視野唔啦，不過2-3年開始，呢個時候呢已經漸漸冇咧，因為學區地擺嘅家長唔好像之前嘅本身人一起讀書，社區係希望同學校嘅大埔區變做在地文化嘅一部分，將蔡文靜嘅社區學校概念做嘅更加深入。